我係 ASU 教授傑夫坎寧安，今日有幸對話傳奇投資人、哲學家伯克希爾 CEO 沃倫巴菲特。早上好。我嘅第一個問題係，我唔知道你有冇機會谷歌下自己，但如果你谷歌下沃倫巴菲特，你會得到2500萬條結果。我個問題係，你係一位在任 CEO， 你比麥達斯仲富有，但每個人都認為你好了不起，你係點做到嘅？呢個我就唔太清楚啦。我覺得人老嘢之後，好多嘢大家都會原諒你。咁所以如果我有朝一日可以活到好似 George Burns 咁嘅年紀，叼住支雪茄，大家應該會更加中意我。你可以話係歷史上接受訪問最多嘅 CEO。你溝通嘅能力係天生嘅，定係你多年嚟學翻嚟？其實我都係學翻點樣公開演講嘅。以前我讀高中嗰陣呢，其實好驚公開講嘅，我避開晒要公開發言嘅堂，大學都係。後來報咗個 Dale Carnegie 課程，畢業後發現要同人溝通，就用100蚊去上堂。佢哋將細細張嘅證書，我上緊堂嗰陣同我老婆求婚，所以真係賺翻晒啲學費。但係講到公開演講，我真係要逼自己去做。咁至於私底下傾偈呢，基本上我一入學呢就停唔到口嘅，咁梗係阻到我。我一路都好中意講嘅。你點樣可以跟得上而家嘅瘋狂嘅世界，同埋你嘅 Berkshire Hathaway 入邊嘅多媒體同資訊？你平時點樣接收媒體資訊呢？我就係不停咁輸嘅資料。我每日大概會起5至6個鐘頭。而家佢以前後生咁快，但我每日都會睇5份報紙，我都會睇唔少雜誌，我會喺10000K 報告，我會佢年報，仲有好多其他嘢我都會嘅。我一路都好中意嘅書，例如我好中意嘅傳記。我發現你吸收各種資訊真係好快啊！其實我腦入邊咧有啲過濾器，如果有人打佢問我有冇興趣投資某間公司或者證券，我通常2-3分鐘就知自己有冇興趣。對於冇興趣嘅，我一啲時間都唔會浪費。我有時都會擔心自己會唔會俾人覺得佢禮貌啊，因為我真係可以好快咁判斷到，無論係咪真係會有啲咩發展，定係淨係浪費半個鐘、1個鐘、2個鐘去傾下啫，我都好快分得出。我記得你喺2009年寫年報嗰陣講到國家同經濟，你話好肯定今年成個經濟都會好差。問題係嗰句説話唔係完整引用，咁樣會令人覺得你好似對國家過分悲觀。你當時點樣回應呢？其實我一啲都唔係對國家悲觀。事實上啊，我寫咗一篇，我哋2008年10月世界好似散晒嗰陣呢，為紐約時報寫咗一篇專欄文章。世界會亂一陣，但唔使驚，最後實踐是捱得過嚟，仲要買股票。我從來都冇對美國悲觀過。我第一次買股票係1942年春天，嗰陣我11歲。如果你記得，其實你都唔會記得，冇人嚟緊呢個節目會記得。但係嗰陣時我哋係輸緊場仗。我哋喺南太平洋俾人打到一敗塗地，菲律賓失守，巴丹死亡行軍，全部都係冇乜嘢事。直到後來中途島海戰情況咧，先至開始有轉機。大軍我都對國家有信心啦，而家一路都係咁樂觀啦。順帶一提，嗰道瓊斯指數就係117點。自從1776年開始，冇人賭美國會贏到手，而將來繼續咁做都唔會成功。我記得道指升到1000點嗰陣，真係好興奮。但係如果我哋記錯，你嗰陣仲加碼投資，甚至揾多啲資金，你有冇覺得道指有陣時升得太誇張？其實50年入邊都有幾次，我覺得升得太誇張。你知啦，其實我早喺1999年嗰陣就已經寫過，亦都公開講過一次。咁之後咧，呢篇文仲喺財富雜誌入邊咧完整啖重印過出嚟。老實講，真係有幾次，我覺得當時啲人嘅反應咧，實在係太過興奮。但係即使嗰陣咧，我都知道咧，無論我哋定啲咩目標咧，國家遲早都會超越。直到今日都仲係咁。我意思係呢個國家其實啱啱開始啫。前排我睇到一句林肯講過嘅説話，有啲公眾支持佢哋會失敗，佢嘅公眾支持佢哋會成功。當然咧，佢講緊係咩導致嘅解放宣言呢？當我睇起你嘅世界，33萬個 Berkshire Hathaway 或者其子公司嘅員工，
你點樣傳遞信息俾佢哋？佢哋隨時都俾傳媒用顯微鏡咁審視緊。其實呢，我係傳信息俾佢哋嘅管理層。呢33萬人可能係為大約70個 CEO 打工，而佢哋又係為我打工。咁所以我哋工作就係要確保呢70個 CEO 傳遞正確嘅信息。所以每2年呢，我都會寫一封好簡單嘅信俾佢哋。日滿咁多啫，我唔信咩200頁嘅手冊，因為如果你出一本200頁嘅手冊，大家都只會揾漏洞啫。講真，但係1頁半冇乜好難去同我講佢嘅爭拗。所以我同佢哋講，你知啦，我哋聲譽 Berkshire 嘅聲譽都喺佢哋嘅手上，而且唔單止我哋已經有晒我哋需要嘅錢，當然我哋都想賺多啲錢，但係我哋已經有晒夠用嘅錢。我哋嘅聲譽一啲都唔多過我哋需要嘅份量，我哋絕對輸唔起。所以我哋永遠都唔會用聲譽去換錢。而佢哋就係守護呢樣嘢嘅人，我諗佢哋唔單止要做合法嘅事咧，呢個當然啦。但係我仲想佢哋判斷每一個行為都要睇下，如果俾人見到會點樣？佢哋嘅本地報紙頭版由一個聰明但唔太友善嘅記者寫，真係明白晒件事，俾佢哋屋企人、鄰居、朋友嚟到都要過到呢個考驗。我同佢哋講，我唔想有啲嘢係踩界。球場中間已經有好多錢賺，我而家84歲，眼力差啲，佢唔清條界線，所以保持喺球場中間啦。有問題就打俾我，你知㗎啦。就算 Berkshire 偶爾有啲小風波，都已經係大新聞。我會喺 Solomon 嚟講呢，只係因為而家已經成為歷史，同埋有好多時間可以反思嗰樣嘢。當你睇翻你睇嗰度經歷過啲咩，你會有咩建議俾佢？因為類似情況而成為媒體焦點嘅 CEO。其實我有幾點建議咧。第一就係，如果你發現嘅壞消息咧，就要即刻糾正；如果需要報告咧，就要即刻向有關當局報告。Solomon 最大嘅問題係唔係一個叫 Mosher 嘅人做咗啲咩？佢係違抗美國政府，從來都唔係個好主意。但呢件事咧，原本係可以解決嘅。但係佢報告咗，或者佢冇報告。佢嘅主管約翰梅里韋實咧，喺1991年4月下旬咧就發現咗呢個問題，然後咧去見咗總統啦、董事長同埋所羅門王嘅首席法律顧問。然後佢話莫西爾呢個交一路做過呢啲嘢，佢哋都覺得呢個唔呢㗎，亦都同意咗呢樣嘢應該要向報告聯邦儲備局，應該要即時報告。但可惜啲人做過啲咩？結果到5月中咧 Mosher 又再做多次。而家你就有大麻煩啦，因為你幾個星期前已經知道嗰個人有問題，但你又冇報告。而家情況更複雜，你進退兩難啦。所以發現壞消息嘅時候咧，我建議要迅速處理並盡快公佈結束，確保結果正確至關重要。顯然莫澤爾係個得手啦，把佢攞出嚟，佢哋錯過咗。咁所以面對壞消息咧，你要學生接受壞事啦。我嘅意思就係，我有33萬人，即係話我可以保證咧，依家可能有幾十個人做緊咧唔啱嘅嘢。我只係希望可以早啲發現，如果個情況嚴重嘅，下邊嘅人發現佢都會通知我，而且佢哋會即刻制止。你哋可能有一個33萬人口嘅城市，完全冇啲咩罪案發生，所以呢啲事一定會發生。一發生你就要快啲處理。我知你都聽過記者寫標題，通常係未寫內容之前就睇好嘅。你對呢種情況有咩建議呢？例如沃爾瑪130萬個員工入邊，少過6000個係收緊最低工資，但係個標題就係工會批評沃爾瑪嘅最低工資政策。你會點樣解決呢個問題？呢個真係好難搞嘅，因為對寫稿嗰個，特別係寫標題嗰個嚟講咧，第二個故事會更加吸引。第二個故事比第一個故事更加好嘅，同埋我覺得新聞界最大嘅錯誤就係呢樣嘢。順帶一提，我作為 CEO 可能同記者傾偈嘅時間比全國任何一個 CEO 都多。一來呢，因為我84歲；二來呢，都因為我都幾中意同記者傾偈。但佢哋犯咗最大錯誤就係，你寫故事一定要有個假設開始，即係話你去調查一樣嘢，因為你有個初步假設，但係如果發現唔啱，你就要放棄嗰個假設。如果結果證明唔正確或者有重大誤導，
你就要放棄。所以我成日都擔心打俾我哋記者，佢哋已經決定咗要寫咩故事，淨係揾佢可以證明自己假設嘅證據，我就叫呢啲做揾金句。佢哋會同我傾成45分鐘，就係希望揾到一句可以證明佢哋故事嘅説話，然後就無視其他43分鐘嘅內容。我叫佢哋收窄故事範圍咧，佢哋都唔聽。其實呢樣嘢好自然啦，你知啦，你已經投放嘅時間落去，又有個工作假設咁樣，其實好無。好似 Walmart 點對佢嘅員工或者其他咩都好咧，可能會有啲有利益關係嘅人咧，不停俾好多相關資料你。當你已經投放咗好多時間落去，而你嘅編輯又知道你花咗咁多時間，甚至可能一開始都係編輯嘅工作假設，咁你而家要翻轉頭同佢講咁錯嘅，或者咁錯嘅，即係話你是以有大動力嘅去寫一個唔好嘅故事，但係其實寫一個好故事都一樣有好大推動力。但係作為一個寫手，你要有能力講咧，我哋假設已經唔啱，其實嗰個只係一個假設啫，講出嚟其實唔係咩大罪，但真係好難做到。你講緊嘢幾乎就好似記者自己嘅自尊心咁，但係其實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反商業偏見。我就挑個標題嚟講啊，喺支付咗數十億美元嘅罰款之後，戴蒙德董事長 JP 摩根獲得加薪，但係事實係罰款金額咧高達數十億，有人被罰款啦，工資咧被削減咗，公司扭虧為盈，工資亦都恢復咗。對標題撰寫者嚟講，呢個要求過分呢？我成日都好擔心寫標題嗰啲人。當然啦，記者通常都會話，其實個標題唔係我寫嘅。我有時都會問記者，我話你可能唔係寫標題嗰個，但係佢篇報導出街之前，你起碼都應該認同個標題。我諗你喺報導出嚟之後，可以同我講你對個標題嘅問題，因為標題先係重點。有10倍咁多嘅人呢，最終只會記住個標題，而唔係成篇報導。咁所以你唔好同我講你，因為你冇寫標題，所以就佢都唔關你事。順帶一提咧，好嘅記者會咁做，佢哋唔係寫標題嗰啲人，我知嘅。但係如果佢哋覺得標題歪曲咗佢哋嘅報導咧，佢就有責任去同編輯投訴。不過咧就講翻鑽石嗰個例子咧，其實 JP 講咗大部分嘅摩根被罰咗嗰啲事，其實係發生咗WAMU 同 Bear Stearns。而呢兩間公司都係佢哋接手翻嚟嘅。當時佢哋接手呢兩間機構，美國政府基本上係跪低咗求佢嘅幫手，透過唔同嘅部門去游說，即係講佢哋其實係做緊一件對社會有益嘅事。當然唔代表佢攞住自己會得益，但佢哋完全係跟住政府想發生嘅事去做，非常之慘。而且佢哋當時寫合約寫得好快，唔好彩就接咗嗰啲機構以前犯落嚟錯。明明同佢哋冇關，但係呢個唔代表 JP 摩根自己都冇因為自己做過乜嘢而俾罰款。不過大部分都係以前嗰啲巨額罰款。當政府要你俾罰款，你就只可以敬禮笑一笑，然後話再睇啦。基本上我哋 Solomon 都俾咗2億9千萬美金罰款，就算個數目係1億美金定係5億美金，我都冇得拗，我只可以認現實就係咁。咁所以其實都幾難捱。Jamie Dimon 管理 JP Morgan 真係做得好出色。美國市民喺金融危機期間咧，有 Jamie Dimon 管理 JP Morgan 真係好幸運啊！其實有一個原因，唔一定話係倉促，但係之所以咁急，係因為佢哋要收購嘅公司已經用緊，佢哋已經玩完。其實佢哋早就用晒，可能冇佢自己都未必知，但係其實已經冇咗，而且嗰啲都係好重要嘅機構。話冇仔 Wachovia 之後 Freddie Mac 之後出現啦，跟住 Fannie Mae 同其他都係成排骨牌嘅倒晒落嚟，而家又有一隻好大嘅骨牌 FDIC 本來可以接手，但係有好多問題要解決，跟住 JP Morgan 咧就出咗頂上 FDIC 咧，最後都有參與，但係你信我，如果佢 JP Morgan 喺度冇 Jamie Dimon 揸旗，2008年嗰場金融恐慌會嚴重得多。有個媒體例子就更加貼身啦。你曾經被引述話，你好有興趣，仲對一個薪酬問題嘅諗法有大轉變。但係你睇同董事局講，我想知其實係咪俾人誤引，定係查證做得唔好？我唔同意批出咁多期權。Coca-Cola 公司嘅委託書資料入面都講
呢啲期權好大機會4年內就會發晒，我覺得太過分。我投票嘅時候選擇棄權，投票之後我公開佢自己棄權，我唔想帶頭搞嘅委託書爭議或者類似嘅嘢。我覺得 Coca-Cola 嘅管理層呢係一流嘅，我覺得佢哋要面對佢幾難搞嘅問題，但同時佢哋都有好強大嘅資產嘅時候，我覺得佢哋都係好正直嘅人。我覺得如果同佢哋理性啲傾下，佢哋好有可能會改變佢哋。而佢哋真係改變咗，即係話佢哋真係有好大嘅改變。而家嗰個計劃呢，由原本4年呢變成12年去執行，即係話減咗2/3。薪酬委員會嘅主席係一個非常出色、好聰明嘅人，佢完全掌握到所有重點，然後佢哋就作出嚟改動。所以我棄權，為 Coca-Cola 嘅股東帶嚟咗一個好重大嘅成果。Berkshire 嘅董事會基本上冇參與呢件事。事後咧，我哋討論咗呢件，佢哋批准咗棄權決定，以及咧我向可口可樂董事會提出嘅建議。有人批評你只係喺媒體上棄權，係嘅，你嘅棄權，我稱之為舉世聞名嘅棄權。呢個反映出好多記者對董事會運作缺乏了解，唔係咩？確實係咁。睇下我哋通過棄權取得咗咩成就。我哋可係可口可樂最大嘅股東，我哋都想繼續做可口可樂最大股東。我哋想幫到可口可樂，佢哋都想做啱嘅事。其實我哋同可口可樂公司之間根本冇乜衝突。咁事實上呢，我自己都好欣賞可口可樂嘅管理層呢。我覺得佢哋之前做嘅決定係有冇錯，但係最後棄權呢個做法都證明佢係啱嘅。如果冇大幅改變計劃投反對票，搞大件事呢，其實係一件好蠢嘅事啦。咁做其實咁嘅作用，佢哋好大機會會更加堅持己見。呢個就係人性嚟㗎啦。可能傳媒會覺得咁樣好玩嘅，但係其實達唔到目標。有啲人其實唔太明白，你面對緊嘅係一個人嘅機構。呢班董事呢都係好正直嘅高質素嘅人。我之前冇同佢哋傾過呢個計劃。我唔係導演，我個仔係導演，但係我唔係導演。我事先並唔知佢哋會宣布授權喺4年內發行呢啲股份。我讀到嘅時候呢，覺得肯定係個錯誤。我該點算啊？我應該開始譴責呢啲人飲可口可樂，話俾全世界佢哋係壞人。佢哋唔係壞人。我應該做嘅係將我哋感受傳達俾佢哋。我唔會投贊成票，然後事後再同佢傾，即係話。呢件事發生喺股東大會前唔耐，但係我最後選擇棄權，之後再同佢傾。依家我哋有個好合理嘅方案，而且冇任何嘅私人關係受到損害，大家都唔會覺得外邊有個敵人。事實上佢哋都冇敵人。從人性角度嚟講，咁樣做係合理嘅。不過如果我當時買廣告或者做啲咩呢，話呢件事係歷史上最差嘅事，佢個故事可能會精彩嘅。記者最唔中意佢嘅，當然呢。就好似我哋啱啱傾過嘅，喺銀行，佢哋見到嘅頭條話呢，美國銀行要俾180億罰款，然後就會問點解啲人要坐監？點解記者會將商業成績當成犯罪，要懲罰佢哋？其實我覺得有啲人喺商業上做嘢嘅，應該要坐監嘅事，佢哋都真係有坐過監。有時應該坐，但又冇坐。但係其實有兩種唔同嘅情況，有啲係公司層面啊，講真。係有啲公司嘅罪行，好似 Solomon 嗰單嘅，犯咗最初嗰件事嗰個人，我記得佢坐咗4個月監，即係佢就係搞到我哋出事嗰個人。但係第二個問題就係佢及時報告出嚟。而家就係話為咗呢件事就拉個人去坐監嘅，我唔覺得應該要重罰間公司，更加唔應該搞到佢執笠或者咁嚴重。因為 Moser 做咗啲嘢嘅，及時報俾聯邦儲備局，我哋已經付出咗好大代價。公司能夠要俾翻罰款，亦都要承認佢做係好錯嘅事。你唔可以周圍去告美國政府，話佢賣美國國債嘅規定有問題。國債咁，但係講翻件事呢，我覺得 Moser 應該要坐更長時間監。不過我可能有啲偏見，但我唔覺得其他人呢應該要咁樣。你只需要判斷某啲人嘅行為係咪已經去到刑事層面。如果係，我覺得就應該
起訴佢哋。但每次公司層面出咗事呢，其實我哋公司層面呢都試過有啲嘢出錯。我可以同你講，未來5年 Berkshire 一定會有啲事發生。有人喺公司做咗唔啱嘅事，我意思係你知啦，我哋會去糾正，但呢啲事間唔中都會發生。但係如果我哋33萬個員工入邊呢，有人做嘢唔應該做嘅嘢，我唔覺得我應該要坐監。但係某程度上，其實我哋講緊同一件事嘅兩面。第一個例子係講棄權，記者其實唔係好明白董事會入邊發生咩事或者點樣運作，佢參與其中。第二個就係對民事同刑事法律嘅誤解。呢個唔淨止係記者嘅問題，其實係成個國家嘅問題。有啲咩方法可以令記者學多啲啦？佢哋應唔應該放個假喺 Berkshire 做6個月或者1年？其實都唔係壞主意嘅，真係好難嘅。我引用過 Mickey Mantle 講過，佢話：當你坐上記者席，呢個遊戲就變得好簡單。呢個係個問題。喺華郵嗰陣，佢哋成日講唔使死嘅先寫得 Eastman， 所以寫嘢唔一定要親身經歷。特別如果你想做財經記者或者政治記者，你真係應該要明白商業運作。再講翻我哋頭先講董事會嘅例子咧，董事會其實都係一個社交組織，同埋佢哋都有商業責任嘅。但係明白人類點樣行事係好重要嘅。我自己參加過19個董事會，即係話我可以同你講，大部分記者，甚至大部分美國人，甚至可能好多寫商業文章嘅人，其實佢哋真係唔明白董事會入邊嘅運作同動態。而且呢，記者要喺全國唔同董事會入邊坐陣呢，其實都幾難。我真係覺得財經記者第一，佢哋一定要識會計。你唔識會計呢，根本寫唔到商業新聞。我遇過好多記者，其實佢哋真係唔識會計嘅，佢就真係可惜。會計係商業嘅語言，明白呢樣嘢好重要。我識過最好嘅財經記者就係 Carol Loomis， 佢一開始對商業完全唔識，但佢好想學，每日都比前一日聰明。唔係好多人可以咁講，但係呢，佢學識嘅會計、學識嘅商業各方面呢，結果就成為咗美國甚至可能全世界呢最頂尖嘅財經作家。你知唔知有一日我同我以前嘅 Forbes 嘅編輯 Jim Michaels 傾偈，都講起 Carol Loomis。我要為 Carol 講句公道説話。我見過佢開始寫故事時呢，發現自己原本呢，佢假設錯嘅，然之後佢就根據佢揾到嘅事實去寫。佢好嚟揾資料，非常勤力，所以一年寫嘅文章唔算多。但係只要係冇寫嘅故事呢，你讀完一定會學到嘅，仲要學到好多。新聞同媒體嘅世界已經變咗，呢個都反映咗 Carol 所代表嘅世界，即係嗰啲詳盡長篇嘅故事。而家嘅內容呢，已經變成一種嘅商品。我首先想問下，內容變成商品呢件事，係咪同你對華盛頓郵報改變嘅睇法，同埋你對 Media General 有興趣有關？我唔會話改變到太多。我哋意思係想話華盛頓郵報咧，基本上係賣緊份報紙咁樣嘅呢件事，已經改變咗我對佢哋長遠承諾嘅諗法同態度。同時我都覺得將來我唔會再管理 Berkshire， 而呢個會係一個比我哋平時投資市場證券細啲嘅承諾。其實有一個好合理嘅交易可以安排贖回我哋嘅股份，對公司同 Berkshire 都好嘅。所以其實唔係因為我對報紙新聞業有咩感覺。華盛頓郵報其實係退出緊報紙業務，我哋反而去差唔多同一時間咧，更加投入咗入去。而家報攤某程度上已經變咗嘅社交媒體。如果你睇下呢啲數字，聽落都幾似 Berkshire 會做嘅交易。11億呢個就係 Facebook 每個月嘅訪客人數，9億就係 Google 每個月嘅訪客人數。所以而家大家都係透過朋友覺得有趣嘅嘢嘅新聞。而家人人都係記者，咁對我哋嚟講會有咩影響呢？其實呢樣嘢真係徹底改變咗成個世界。你喺美國每日報紙嘅發行量都睇到呢個變化。我哋而家大概仲有1400份左右嘅每日報紙，唔係好耐之前仲有1700份。佢哋嘅數量會繼續跌，發行量會跌，而
盈利都會跌。所以印刷版每日報紙其實已經衰落咗一段時間，而且咧仲會繼續下滑。同時咧，而家啲人用電腦、手機咩都好，全部都即時收到消息。以前我仲會等到第二日先可以睇到棒球賽嘅賽果，想知紅雀隊前一晚打成點，又或者 Mutual 打得點樣咧，都要等到第二日先知啦。而家我可以上 ESPN.com 啊，逐球嘅即時嚟到賽事。咁所以世界真係變咗好多，咁大家都已經完全習慣咗，甚至要求即時報導，咁樣即係話佢哋會喺事實未完全出嚟之前咧，就收到好多消息。但係同時咧，佢哋都可以好快收到真正嘅事實，佢哋即時收到財經新聞，唔使好似以前咁等第二日先知收市價，快得多。其實有個你可能未必知嘅好處，而家社交媒體對新聞機構嚟講 ，Twitter 就係最大嘅平台。淨係 Warren Buffett and Berkshire Hathaway 呢幾個字已經用咗140字 tweet 入邊嘅39個字元。但你哋拍檔 Charlie Munger 咧，主要都係冇聲，所以佢只係用咗2-3個字元咧。佢喺社交媒體世界入邊真係好有價值，佢係不可或缺，佢係我哋溝通策略嘅關鍵。我依然鍾愛長篇新聞，10公里跑就好似長篇報導，亦都係我獲取信息嘅方式。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係咪重視社交媒體，定係置之不理？我哋基本上忽略咗佢。例如咧，如果你查看我哋嘅網頁咧，就會發現佢係我哋20年前創建嘅，係一樣嘅。其實咧，佢真係代表咗我哋嘅本質。而家我哋同股東嘅溝通，比我認識咗任何一間公司都要多。我啱啱寫完咗2014年嘅年報2萬字，全部都係我自己寫嘅，唔係咩投資者關係部門或者公關部門寫嘅，亦都唔係咩銷售文件嘅一部分。我哋舊年有一方面做得唔好，我都會講出嚟。我寫嗰啲內容都係好似寫俾我哋家姐一樣嘅真誠。假設佢哋幾乎將所有身家都放咗喺 Berkshire 度，佢哋對呢件事有興趣，但唔係日日都去跟進。佢哋想知我點睇邊啲地方出嚟問題，邊啲做得好，仲有我點睇未來世界會點發展，仲有好多其他嘅。所以我哋想直接同大家溝通。其實如果你真心想同人傾偈，講一啲咁嘅關心嘅話題，尤其是講到佢哋嘅錢，佢哋一定會聽。即係話我寫嗰份報告嘅時候，完全唔會擔心字數多唔多，我只係擔心佢嘅，要同佢哋講翻。如果角色調轉嘅，佢哋同我講我嘅投資，我會想知啲咩？某程度上，你都預咗而家社交媒體嘅世界。你頭先都提過，每2年你都會寫一篇1頁半嘅備忘錄俾你嘅領導層。而家流行嘅講法就係 TLDR， 意思係太長啦。你好早之前已經明白，如果佢哋寫得太長，大家根本唔會跟。所以咧，某程度上佢哋你都見到社交媒體會點發展，仲預咗佢可能係啦。但係我都想寫得簡短嘢，因為其實只係得幾個最基本嘅重點。我想俾咗經理人哋，我都想確保佢哋唔會攞到第83頁咁就迷失咗。一般人咧其實吸收唔到15-20個信息，但係講到寫關於 Berkshire 或者講 Berkshire 嘅時候咧，我覺得我哋應該俾人哋所有我自己如果係對面都想收到嘅資訊。諗翻起我曾經同 IMG 創始人麥考默克共事過啦。你喺哈佛商學院冇學到嘅嘢，確切地耶魯法學院幾好。冇錯啊，確實係咁嘅。佢擬定咗一份合同。佢個法律團隊隨後聯繫咗佢，佢寄翻咗一張嘅紙條啦，紙條頂端用蠟筆寫咗字啦。律師介入太多啦，1頁紙交俾我。呢話係律師講嘅，你唔覺得溝通緊律師參與太多啦咩？我今年會喺我哋嘅年報入邊咧附上一份1頁半嘅合約。當年咧，我哋就用呢份合約咧，以860萬美金買咗 National Indemnity。National Indemnity 而家係全球資產淨值最大嘅保險公司，而當時份合約只係1頁半。我哋同其他公司都簽過1頁紙嘅合約，但係而家我好似做唔到呢樣嘢啦。我會將呢份1頁紙合約發俾律師試下簡化咗，最好下星期搞掂。但係世界好似已經唔同嘅，我依然會選擇用1頁紙嘅合約，
你都知咧，我中意同佢，我覺得一頁紙合約已經夠啲人做生意。如果我要寫50頁嘅保障自己，去防範同我做生意嗰個人，我永遠都會咁。其實係咪應該要51頁先夠呢？順帶一提，我記得 National Indemnity 係你第一次涉足保險行業，呢單生意係你主動追及，同埋我相信你係俾佢高價買入呢間公司。咁我都希望賣家都係咁噶啦。你覺得喺你觀察呢個行業嘅時候，邊啲係最出色嘅商業編輯？佢哋離開之後，我哋係咪失去咗啲咩啊？ Jim Michaels 係一個非常出色嘅編輯，佢可以一手包辦成本雜誌，佢編輯過嚟，每一個故事都經過咗親自審核，而且全部都係咁編輯嘅，每一篇咧都因為佢嘅手法咧而變得更好。Barney Kilgore 都係一個非常出色嘅編輯，咁想像嘅一個以興趣劃分而唔係以地理劃分嘅世界。咁所以佢一份日報啊，我唔係因為你住咗奧馬哈或者皮奧利亞先令到呢份報紙有趣，我係要因為你住嘅商業之都，所以令到佢有趣。你創造咗一份好勁嘅報紙。Ben Bradley 都係一個好出色嘅編輯，雖然唔係商業編輯，但係佢真係一個好勁嘅編輯。